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1月21日。士师記3章1節到6節。上主留這個族，是要試驗遐個毋捌經歷迦南戰爭的以色列人，要互因以色列的後代，就是遐個毋捌經歷戰爭的人，知閣學習交戰。留落來的族，有5個非利士的領袖。所有的迦南人、西頓人，甲住佇巴力赫蒙山，甲蛤蟆隘口中間的黎巴嫩山的希未人，留這個是要用因來試驗以色列人，看因肯聽從上主通過摩西命令因列祖的誡命也無。對安尼，以色列人住佇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亞布斯人的中間，帶因的查某囝做某，嘛將查某囝嫁予因的囝，煞去服侍因遐個神明。以色列的百姓進入迦南地，進入了後，並無遵趁上帝甲因列祖所立的約，一步一步來偏離，所以直到上主將這個迦南人囥佇因的中間，互因有不斷佇遐有紛爭，互因學習知影愛安怎去征戰。這個過程中間，因為這個百姓也無遵趁上帝的話，結果佇迄個中間彼此通婚，直到無法度持守因佇信仰的性命的堅持。今仔日每一天，咱敢有佇未信者的中間，也靠着主來得勝咱信仰中間的交戰也無。願主甲你三個地底，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